最美是日头测验。日头测验嘅题型强日中只有一种，就是阅读理解。阅读理解在我们的基础级即初级认证这边比较类似一般的填空题，以句子的理解为主，而不是篇章理解。我们要根据题目的指示，选出比较符合这个题目意思的答案，或是最适合填回题目空格的文字。案例來看機器樣板考解，這邊的句子還是以生活情境為主。本類題型，我們要思考題目所提供的線索，填入正確的名詞、動詞、形容詞、副詞或是連接詞。萬一你無法直接判斷時，我們還有一個方法，我們就將選項嘗試性的放入空格後，念看看是否通順，還有跟前後文的文意是否合理，然後再選出合適的答案。接下來我們來練習一下幾個題庫裡的範例。